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从这段经文要一起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经历主话语的能力的途径。那从这段经文里面今天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话语的能力是要赐给我们，并且神已预备好，让我们可以能够全然的来接受。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人都一样，都期待在这个有限暂时的世界当中去寻找那永恒无限的一个依靠，而这些的依靠是人们所盼望的，就是他们盼望透过这样子让他们的生命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我们看从古代的皇帝，他们在寻找那长生不老药，对不对？就知道他们想延年益寿的，让他们的影响力更大。那我们也看到，即便是这些市井小民，他们也力争上游，想尽了办法，就是为了造福他的子女，让他的子女未来能够更有能力、更有影响力，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也看见盼望这样永葆青春，这也是我们现代的人所期待的。所以不管你不管我，我们总期待我们可以散发那种青春的活力出来，对不对？所以女性来讲，她们不只要冻龄，她们更期待是什么？逆龄啊，对不对？看起来就是少30岁那个感觉哈。有的说我少30岁就等于还没出生，不是吗？好，男性也是一样啊，总是盼望能够更有活力，能够更展现这样的一个让人羡慕的一个现状哈。但我们也看见，不只是这样子适婚年龄的他们也在期待、渴望。有的人是期待能够找到长期的饭票，那有的人是期待能够少奋斗20年。那你看，如果用我们的整个的正确的观念来看，这一切是不是都是 OK 的？只要用正确的方式，光明正大的，我相信这都是祝福的，这都是蒙福的。若用信仰来看呢，我们也许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可以提供给我们，那就是更有效率的、更清醒的方式，能够让我们青春活力，永葆青春活力，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真的是光彩亮丽，这是可以得着的。而且我们相信，这是在信仰里面，神本来就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不管是青春活力，或者生命活得光彩亮丽，我们相信那一些都是从内而外的东西，那一些都是从内而外涌流出来的。所以这些在信仰里面，我们是可以找到秘诀的。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就会了解，耶稣可以让你永葆青春活力的，你相信吗？跟隔壁说，你有耶稣，你可以青春活力。而且是可以永葆青春活力呢，那棒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哈。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在离世之前呢，对他的门徒非常的爱他们，所以呢，就把他最上层的武功秘籍来传授给他的学生就让我想到，好像一个老师傅他有一个爱徒，学功夫学了好久了，那老师傅觉得说，可能他在世的年间不久了，所以他会卯足全力的要把他这个要把他所学习的这些的武功秘籍能够传授给他的爱徒甚至为他的爱徒打通任督二脉，有没有？任督二脉，让他有雄厚的那个内功，然后再教他所有的招式，可以来对付所有各宗派的这些武功的招式，让他能够称霸天下，有没有？哇，那个牧师好像在谈那个古代的那个
那个什么武功的电影啊，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武功的电影啊。以前呢哈，对，我就想说，对呀，耶稣好像是这个情况嘛，对不对？他一定要把他生命当中最棒的、最重要的，能够传授给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他的门徒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他知道，其实当耶稣慢慢的在表达他要离开他们回到父家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开始担心了。即便门徒跟耶稣的想法对未来不一样，但是耶稣了解他们了，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哈。所以你要跟隔壁说，这一堂课是最上层的武功，一定要学来。对，这是耶稣教他的门徒最上层的武功哦，要打通你属灵的任督二脉，让你有深厚的那个内功，然后你可以来面对你未来，包括现在你所有的挑战这是很棒的哈。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牧师就提出跟我们一起来思考。首先我们看耶稣了解这些门徒听他说要离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们就开始担忧。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他指明了一个道路、一条路、一个能力的来源，也指明了一个光明的道路，让门徒知道，并且他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们，让你们成为孤儿。”哇！耶稣为什么会讲到这一些？因为耶稣看透门徒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的真相，所以耶稣就说：“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哇！耶稣说他离去以后，他就请求父赐下保惠师来。而且这保惠师是可以永远与这些门徒同在的。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使徒行传，我们就发现这些门徒有听话。耶稣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候，他们就等候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圣灵充满，给他们能力，给他们口才，给他们智慧，给他们信心，给他们所有一切像耶稣一样的，让他们能够执行耶稣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耶稣清楚知道这些门徒的需要在哪里，而就在耶稣的公生涯当中，我们就看到他为什么可以把他最重要的武功秘籍在这个时候来教导他的门徒知道呢？我们看耶稣所有的言行，他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所听到我所说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我做的是父要我做的工，父不要我做的，不要我说的道，我都不做。”很棒哦！耶稣一个完全顺服，天父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天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我们从耶稣他亲口说的告诉我们了。而这一些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说，耶稣所做的、所说的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是按着天父的旨意而行，都是按着天父的旨意而行。为了什么？就是要彰显天父的荣耀，要活出天父的那本质出来。而如今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他清楚告诉门徒，因为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以至于我知道父要我说什么，父要我做什么，而且父加于我所有我该做该说的在我的身上。很棒哦！这一点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就会帮助你们。我们就是说，如今他要求天父差派圣灵来，也内住在你我的里面，因此我们就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敬拜，奉耶稣的名来做所有耶稣要我们做的，而我们就自然成为耶稣的活样板，
我们说我们就活出了耶稣，好，所以我们是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来。这就是主要我们明白的。我在父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如今他也要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他就必在我们里面。这个模式是 copy 过来，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我们能力的源头是在哪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既然应许圣灵要与我们同住，那我们绝对是不会孤单的。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你总相信圣灵有与我同在。圣灵既然与你同在，神的能力岂不是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力量、信心，你所可以依靠的，都因为圣灵的同在加给你的。所以我们是不会孤单的，不管任何的处境当中。阿们。你跟隔壁说，你不会孤单，因为圣灵与你同在。来，是，所以因此，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来认识圣灵。我们看耶稣接下来，他就是介绍这位保惠师，让我们来体会跟了解哦。他说，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他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哇，很棒哦！他说，圣灵是真理的灵，是教导真理，让我们明白的。但这个圣灵是人所看不见的，因为圣灵是灵，是肉眼所看不见的，所以既看不见，人就没有办法去体会它的存在。所以但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认识他，我们可以体会他，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在你我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圣灵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的场合，在任何的地方，只要你到之处，圣灵都与你同行，都与你同在。阿们。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圣灵吗？一定可以，因为圣灵就在内住在你里面。圣灵会细微的声音告诉你，这可做，这不可做。圣灵也会透过别人来指教你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圣灵也会激发你更多来渴慕这位神，来敬拜他，来爱戴他。这是圣灵的作为，我们一定可以体会，一定可以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体会的更多的来了解。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有一点点的不同。怎么说呢？在旧约时代，神按着他的心意以及他要执行的工作来选召人成为他的仆人。有的是被选为先知，有的是祭司、君王，甚至是士师。但是当神拣选这一个人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他生命当中，帮助他，给他智慧，给他信心，给他能力，给他所有神为他所预备的一个恩典跟恩赐，为了就是要执行上帝的作为。然而当他完成了这个暂时性的工作以后，圣灵就离开他了。这是旧约的圣灵。好，我们比方来说，扫罗王，哇，神要拣选一个成为以色列第一位的王，那是不是很慎重？当然是慎重其事啊。那我们看见，当神拣选扫罗的时候，圣经很清楚记载，神的灵就进入在他里面，让他存着谦卑的心来服侍。虽然他是高人一等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很卑微，但是因为圣灵与他同在，让他有能力来执行，成为一个王的一个权柄跟一个能力。但是呢，当他把他的眼光渐渐离开神，看到百姓，以为百姓如果不安抚百姓的话，就不会被百姓所爱戴，他这个王位就岌岌可危。当他转离眼睛离开神以后，我们看神的灵就离开他了，对不对？
神的灵一离开，什么灵进来？邪灵就进来了。哇，这是我们在旧约很清楚看到的。但是到新约不一样，耶稣告诉我们，他求天父，天父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并且他说与我们同在，要内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行，在任何的时刻，圣灵都与我们同在，而且是永不离开我们。这是新约，神知道怜悯人的有限，神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在圣灵的时代里面，叫我们明白，凡相信他、接受他的，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就永不离开你。阿们。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你不能不认识圣灵，因为圣灵必与你同在。你不认识他就很奇怪。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客人来到你家，跟你吃饭，睡在你家里，然后走动都在你的家，你去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你从来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从来不问他你是从哪里来，你来做什么事，会有这个可能吗？觉得不可能吧？那今天耶稣应许，求天父把圣灵赐给我们，那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他既然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基督的一个化身或者代表也好，内住来把神的耶稣给我们要赐福给我们的一切，借着圣灵都可以彰显出来的话，那你不认识这位圣灵是谁？是谁的？是谁的什么？是不是这样就很可惜啊？是你的亏损，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更多渴慕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更经历神的大能大力，这是必要的。我们看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他说：“岂不更将哦？”一个很强大的语气，强化的语气在这里。他说：“他一定把圣灵给你们的，凡祈求的、渴慕的，一定可以得着。”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要赐给人最大的礼物，这是最大的礼物哦，这是最大的礼物，你不能不管它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帮助。阿们。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来。有圣灵同在是我最大的帮助。再说一次来，有圣灵同在是我最大的帮助。对，有圣灵同在必是我们最大的帮助。然后耶稣继续来介绍这位圣灵，到底圣灵来内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目的是做什么？他说：“我以前就告诉你们了，如今呢，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哇，在这里他说保惠师圣灵的作为是什么？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那一切的事是什么？什么事呢？圣经有记载就是一切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都要教我们明白。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这都是完全是积极的，是祝福的。阿们。圣灵要把这一切事教导、指教我们明白，并且他说，他要帮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论及的天国的伦理真理，也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生命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读圣经可能一直读要背起来很难，对不对？但是有必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自然的从你的脑海中闪过去，你就会因为这一句话的感动的激励，让你能够逾越过这个难关。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举手一下好吗？哈利路亚！我们都是见证了。阿们。对，
这是圣灵的作为。阿们。让我们记起主的话语，在我们被最需要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清楚圣灵有没有跟你同在。阿们。是有的，这是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哦。所以保罗就这样说：属血气的人是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他是愚拙的，并且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阿们。对，这是属灵的事情，能够探透万物，这是一个奥秘，是只有属灵的人能够领受的。不属灵的、属血气、属肉体的，他们以为这是愚拙的事。所以我们感谢主，每个礼拜我们总是愿意摆上时间，不是花上时间哦。我说的是摆上时间，用时间成为祭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这是我们最棒的一个服事。我们所呈现的，在世人来看，我们真的好像是愚拙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有智慧的人，你的选择是神所喜悦的。阿们。这是感谢主哦。所以主的话语，它是极有能力的。但是怎么样把主的话语化为力量、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激发，感动我们，让我们确信主的话语，以至于这个能力就因为我们的信成为一个转化，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神主话语能力的一个经历、一个结果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要相信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来看，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必有平安。如今我要回到父那里去，我也愿意把这平安留给你们，而这平安是我所赐给你们的。什么叫平安？如果用我们可以能够比较了解的，我知道台语有一句话很能够表达什么叫平安。一般台语我们见到人都会说：啊，你吃饱没哈？对不对哈？好像以前就是不容易有得吃饱哈，所以吃饱就是最享受的。啊，你吃饱没哈？到12点，你吃饱没？还没吃呢，还没吃等于吃，我没请你哈。但是有一句话更棒的，啊，你有喝水不？这句话棒不棒？你有喝水不？这个你有喝水不？不是说你肚腹吃饱了没有而已哦。你有喝水不？是表达说，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啊？家庭好不好啊？那我喝水不？啊，你辛苦有喝水不？你的工作有喝水不？你的工作有喝水不？你跟人的关系有喝水不？你跟神的关系有喝水不？有没有？哇，这很棒的一个表达呢。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平安。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平安。一个真正的平安，就是享有了耶稣的救恩，知道我有所依靠，所以在这样会产生一个从心里出来的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即便在大风大浪当中，我还是可以平静安稳，我还是可以喝水。阿们。这是最上层的一个平安了。耶稣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平安，是世上所有不能取代的，也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一个平安。也表达平安，也表达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是不是在一个健康，是不是一个在和谐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也称为平安。所以我说台语的喝水不，是不是可以表达这样的？所有的处境里面，如果都很安稳，都很安稳。所谓的安稳，是你从心里面感受到的那一股的安稳，不是因为外在的一切平安、一切安稳，就叫做真正的平安，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所以愿神让我们来体会了解，那忧愁跟胆怯是什么？忧愁是从外而来的，就是我们遭遇到一些的困难、不如意的事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会苦恼会吃不下饭、睡不好，从外来的。那胆怯是什么？是从内出来的东西哦，是会搅扰我们的灵、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恐惧的那一种的情绪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被忧愁、被胆怯不安所困扰的话，你知道这个人生活起来就会怎么样？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平安，他会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会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时间当中，不晓得该何去何从。这是有一些人确实是有这种的情况的，但是主应许我们，如果你相信他，他要留平安给你，他要赐平安给你，这是世人所不能给的，是逾越环境挑战的，是让即便在大风大浪里面，你也知道有主耶稣在掌舵，你能够可以安稳的。这一股的平安，主已经给你了，已经给你了。但是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现在还活在这些忧愁、胆怯当中，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呢，你太在意人了，你太在意人的眼光，太在意听别人说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是被人所定义的一个生命，那你会活得很痛苦。第二个，你会太在意环境的条件影响你，让你心常常是不平的、不满足的，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活在主的平安里面。你会恐惧、会战惊、会胆怯，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赐福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福。箴言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10章22节，再一次来，耶和华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10章22节。愿主帮助我们，神爱我们，一定是为我们预备是最好的。如果你还有这些的忧愁、挂虑、胆怯，这绝对不是主加付给你的，是你的眼睛看错了地方，离开了焦点所导致的结果。愿神帮助我们转移回来，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宣告：平安喜乐进来，忧愁胆怯出去。我们一起来说，来，平安喜乐进来，忧愁胆怯出去。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平安喜乐进来，忧愁胆怯出去。阿们。每天都可以宣告哦，阿们。睡觉之前也可以宣告，早上起来也宣告：平安喜乐进来，忧愁胆怯出去。奉耶稣的名哦，你可以前面说：奉耶稣的名，平安喜乐进来，忧愁胆怯出去。阿们。对，如果你每天这样宣告，你1个礼拜你会看到牧师说：牧师，这真是良药。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哦。有一位知名作家跟他也是国会的议员，他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写到说，就算临死前的一刻，嘴里还是要叼根烟，吸一下最后一口气，那才甘愿来死去哈。哇，你就知道他多爱他的烟哈。然后他就抽了37年，到37年第6个月以后啊，突然他戒烟了。大家就很奇怪，这么老烟枪的人，写的说连死了都要吸一口才甘愿离开，这个人怎么会把烟丢掉呢？哇，很多人就很好奇哦。哇，原来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人有一天他遇到他的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其实也是他的老师。他们在一起聊天喝咖啡的时候，这老师跟他说只要知道是毒药，连老鼠都不会吃，
但人类明知道是毒药，却仍旧照吃不误。他这一句话，让他怎么样？敲醒他了。哦，明知道是毒药，连老鼠都不会吃，但是人类就是这么厉害，照吃不误呢。好，在谈话当中，他又说：“哎，你是国会议员呢、你是领导世界都来不及了，但是你还是被烟牵着鼻子走，一根烟就可以把你牵着鼻子乱走、乱窜。”哇！这个老烟枪，这位作家，当机立断，他说：“我决定要戒烟，并且他真的完成了。结果就是他真的把他的烟丢了。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写照，不是吗？明知道是毒药，但是就有人，包括你，包括我，都还是往嘴里塞，对不对？明知道是毒药，是什么毒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手里拿的毒药是不太一样的。好，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毒药，但是还是往嘴里塞。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觉悟。若靠自己，真的很难。因为保罗就知道这个道理，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但是保罗不是在这里就绝望了，他给我们更清楚的，他找到了一条出路。所以他说：“我真的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阿们。是，愿神给我们不但有智慧，可以分辨你手中的有一些毒药，你怎么样去面对？该丢弃的，该斩断的，你要凭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祭司已经让你分辨是什么是毒药，绝对不是你自己，一定是圣灵的提醒，圣灵的作为的结果。而最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决定这手中的这个毒药，应该是要放掉的，应该是要掩埋掉的。愿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清楚来了解，靠着圣灵，我要远离毒药。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来，靠着圣灵，我远离毒药。再一次，靠着圣灵，我远离毒药。阿们。我说了，再说一次，每一个人的毒药不一样哦，成分不太一样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去看见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毒药。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金句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13节。再一次来。主耶稣已经祈求天父把圣灵赐给我们了，愿我们更懂得去接纳他，相信他，去领受他对你我的启示、光照。